다 나무랭이에 사모놀이야 도마라 자시베게 에는 첨지샤르 첩지도 那么各位好。땡에 하나 자기나 거지 자기나 되는지 지 통송 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아고노 무치에 최소 되게 阿贡仁波切在就是非洲那边刚果有一个佛法中心，那么听说他们每天呢也都有听课，那有看到他们听课的照片。那么常常我们在各地都有这样子的佛法中心，这样的道场哦。那么各位在中心当中去听法、去修行，我是很随喜、很高兴的。那么平常呢，我也很关注，还有大家也时常修持度母。那么人们就在说，法师在说那个刚果的中心啊，他们也都是在念的是藏文的这个度母的仪轨。那么你们在念的时候，我马上就能够知道你们在念的是哪一个部分。那么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藏人群当中呢，也都有传出你们念这个应该是21度母赞的这些内容哦，那的这些录影。那么知道在刚果地区就是的学生们，你们也有在这样子的学习修持，那么非常的好，我也特别在这里要问候你们。那么尤其阿贡仁波切呢，他是当时缘起是很骤然的，那当时我也是非常的难过。那么我小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被升坐传为噶玛巴的时候，我就有见过阿贡仁波切，所以从小我就跟他非常的熟。那么在我坐床之后，也见过阿贡仁波切几次。到了印度之后，那因为他们不让阿贡仁波切到印度，所以没有见到。但之后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有见过阿贡仁波切几次，但都比较这个急促，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交谈。然后之后就听说仁波切圆寂了，那我也很难过，很多弟子们也都很伤心。那么阿贡仁波切呢，他对于这些贫穷的人总是很关心。那么尤其对于西藏各地新建了好像有300多个这些学校，照顾这些孩子等等。那么我在想，我的责任也就是之后要找到仁波切的转世。那么我也希望很快的努力的找到仁波切的转世。所以今天呢，特别要跟就是阿贡仁波切的弟子们，也要谢谢你们，也随喜你们的这个修行。本来就是刚果你们这个中心的弟子应该都是说法文吗？那我就用法文问候你们吧。那么今天呢，先想要讲一下无比自赞的第4个颂文，我想每天至少要讲1个颂文，所以先讲无比自赞的这个第4个偈颂。
那么这第4个颂文呢，依照第5世象马巴的注解来说，那这个颂文的科判是不贪着此身。那主颂是不仅言表更深小，此身名复皆徒劳，行迹厌离心常存，徒劳念者我其情。那么我想就不字逐字句的讲解。那这个颂文它的大意呢，是在说，就是我们要时常去意念说，三界轮回当中，再美好的这些事物都是徒劳的，或者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要过于的贪着轮回的这些事物，而应该要对于简单普通的东西，像是粗衣淡饭啊等等，感到知足。那么这和昨天呢讲到的妙行自传的第4个颂文的这个意思是一致的。那么曾经呢有一个人，他说，我们之所以在轮回中受苦，就是因为被世俗的轮回的这些东西所欺骗了。那么上师说了这段话之后呢，这个弟子呢，他也不是很懂，他就对于这里谈到的一个词叫做他知道说轮回的这些美好或者圆满的事物，轮回美好，轮回圆满，他就记得了。那刚好他认识的一个人呢，就叫做轮回美好，轮回圆满。那他就说，嗨，让我那么苦让我那么惨的人就他。所以他这个课程一结束之后，一听完嘛，他想到是那个人，所以他就马上跑到那个轮回美好，那个轮回圆满的身边，他去找那个人。他什么话都还没说，一看到那个人就揍了他一拳，把他揍得半死不活。那个人叫西贝喷错，就是应该叫轮回圆满，他根本来不及想，就被这个打成这个样子，他也都被打傻了。后来他回过神来，他在想怎么回事啊？我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呢？后来才知道说，那个人听错了，他以为轮回美好，就是他以为这个在说的是某个人，是我的名字，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叫做轮回美好，轮回圆满。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听起来，但是呢这个它可能也不是个笑话，在说的可能我们也就是在这样来理解所谓的轮回的事情。我们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为什么那么痛苦，为什么那么惨，都觉得是外面的外在的东西的问题。就像是我们就像那个人他去揍了那个叫做轮回圆满的那个人一样，我们不知道说轮回或者说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其实是自己。我们不应该向外去看去找，而应该是回头看自己。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智慧。常常我们说要看自己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没用，你看不到自己，你就必须要借有一个镜子才看得到自己。所以同样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或者说看到自己的实相，你的肉眼是没有用的，你需要具备什么呢？需要具备慧眼，智慧之眼。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看清自己的问题，或者说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实相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哎呀，大家呢？那么，在昨天呢，我们有谈到说，米居多杰受到了丽江图司的迎请呢，到了丽江，然后也被尊奉为这个国师，然后对米居多杰恭敬供养。然后也希望他能够长久住在丽江，对他做供养。但是米觉多杰呢也婉拒了。那么这是昨天有讲到的。那么今天呢，要谈到的是米觉多杰14岁的时候，这个明朝呢也派了这个使臣前来然后带着这个国王的信函呢，迎请皇帝的信函，迎请他到中国去。那么当时呢，这个迎请的一个经过呢，还有之后是否真的到了中国，这部分可能我们之后再详细解说。但我想先要知道的是各位需要知道的是，这个米觉多杰会被明朝的皇帝迎请，这不是一个巧合并不是的。而是米觉多杰之前的历代的噶玛巴，其实都有受到这个明朝皇帝会派遣使臣，然后带着这个诏书，还有这个供养等等，前往去迎请法王。尤其是第5世噶玛巴德兴谢巴的时候，那么是当时的明朝的这个永乐皇帝那么迎请他。德兴谢巴也到了中国，见到了永乐皇帝。那当时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很多的事迹。所以今天呢，那么这个米觉多杰为了我们更了解米觉多杰会被明朝皇帝迎请的过程我们先如果了解一下德兴谢巴被迎请到中国的这个的经过，还有历代呢噶玛巴和明朝的这些的关系，如果简单跟各位讲一下，会更能够了解这一段历史。但今天呢，主要简单的要说是德兴谢巴跟这个明朝皇帝的关系。那么一般来说，很多人在看噶玛巴和中国皇帝的会面，会从比较政治的一个角度，或是从事件上来说，会从身份地位上去诠释这一段会面。但是呢，依照我们噶玛冈仓这个具有公信力的这些文献历史，还有噶玛冈仓的祖师们的一些他们的看法认为，那么德兴谢巴、噶玛巴和皇帝的会面重点不是外在他们有会面这样子，重要的是这个会面在佛法上它的这个意义和这个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呢也会试着按照这个祖师们还有噶玛冈仓的这些文献历史上，从佛法的角度试着来诠释这段会面的经过。那么其实之前已经简略了讲过第5世噶玛巴的一些这个简介但今天呢还是再讲一下，再简单的再复习一下。那么第5世噶玛巴呢，诞生是在娘当村那这个娘当村呢，是在现在的这个林芝市的工部江达县
工部的江达镇的娘当村。父亲呢名为咕噜仁谦，母亲为帕拉萨帕拉氏拉杰。那么他是诞生的年月是在木鼠年6月18日的日出，公元1384年。那么是谁认证他为前一世噶玛巴瑞佩多杰的转世呢？是由大堪布罗珠养村所认证的。他主要的上师是哪一位呢？是第二世夏玛巴喀丘王波。那么他为他剃度和为他传授净缘戒，也就是比丘戒的上师是谁呢？就是被认为是阿罗汉这个罗侯罗的化身呢，根敦冈巴的大堪布梭囊桑波为他剃度出家受戒的。那么当时第五世噶玛巴是19岁的时候受了这个比丘戒的。那么当时呢，这个受戒的就是结魔的比丘的列众就是众人有80多个比丘之多。那么也因为呢，这个是西藏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传戒比丘这样列众当中人数最多，而且这些比丘的戒律最清净的这样的一次，而因此非常的著名。那么他也依止这位大堪布呢，学习了很多的经典。那所以说这个传戒的大堪布可以说是法王的上师了。但是呢，这位大堪布梭囊桑波对他却非常的恭敬甚至比其他法王的弟子们还更对法王具备这个大的信心。那么也因此他也写下了许多对于法王的这个赞颂文。之后呢，法王从这个桑普还记得之前提到过也就是西藏的第一座佛学院的所在地。那么就像是西藏的那烂陀佛学院一样，就是在桑普这个地方。那么他引请了位叫噶西巴仁谦巴，从桑普引请这位噶西巴仁谦巴到这个噶坚大营。那么他叫做噶西巴呢，是因为他承诺要传承这个4种教法所以叫噶西巴。那么总之引请他之后，就跟随他学习了非常多的经典。之后呢，德兴谢巴又依止了古语孔巴仁谦巴、大堪布讲擦巴、大堪布云殿洛珠，还有加桑耶汪丘等等这些上师依止这些上师。在他21岁的时候，那么他受到明朝的第3任皇帝就是永乐迎请到中国，然后大概是在中国呢住了3年。那么德兴谢巴呢，他的享龄呢只有32岁，所以他很年轻就圆寂了。所以呢，他的著作也只有小小的一函。但是呢，他的这个仅有的少少的这个著作遗留传下来的，噶玛钦勒巴曾说，虽然就只有这么一小函，但是呢，这个文字内容却是非常的不同凡响。那么当时堪布呢赐予他的出家的法名是却贝桑波，但是因为呢永乐皇帝赐名他为如来大宝法王，这个如果翻译成藏文这个音译的话，就是德兴谢巴却给仁钦德兴谢巴仁波切却给教波。
电影边呢，大看到呀，有些人不就是人的阅兵，提军生电大，提醒西伯下个产那么，所以因为在这里就有提到如来大宝法王，所以呢，就从此德兴谢巴就是如来哦，所以从此之后德兴谢巴这样的一个名讳呢，就在各地传扬开来了。那么它原籍日哦是在公元1415年的8月15日，在布达拉宫原籍，也就是现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但是呢，当时的布达拉宫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建立的这么宏伟哦，并没有，它就只是一个很寂静的一个地方哦，周围也没有什么人，不像现在的是这么多，周围有这么多的建筑，当时并没有。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想简单讲解一下永乐皇帝哦，他迎请噶玛巴的这个因缘。那么先给大家看一下永乐皇帝哦，这个永乐说了这么多，到底他长什么样子呢？就是长这个样。那么他是明朝的第3任的皇帝，他的名讳是朱棣，他也叫明成祖朱棣。那么永乐呢，是在他登基的那个年的年号叫做永乐，并不是他本身的名字哦。旁边有一个唐卡，那个应该是他那个时候画的，那是一个老的唐卡。那现在呢是电脑的动画哦，3D 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合成的一个相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你比较能够心中有个画面，我大概知道永乐皇帝长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他要迎请永乐皇帝呢？那么在有一部中文的，在中国的一部书叫做《四有斋从说》，这里面怎么写呢？他说有记载。那么首先昨天晚上呢，我把它从中文翻译成藏文，所以我也不确定这个藏文翻的是不是很准，因为昨天晚上是比较事情，反正就是很急的这样子把它翻出来，所以我现在这个脑子还热乎乎的，这还翻译这个运转过度，但大概藏文翻译的差不多吧。那么这里提到说文皇帝再藩，文皇帝这里指的就是永乐皇帝。那个时候还就是再藩，就是还没有被登基，他称为燕王。那么闻乌斯藏有上师哈利玛者，就是听闻在卫藏这个地方有个人叫噶玛巴，义僧也。永乐初遣中宫侯显击疏弼往迎，武力寒暑，丙戌12月乃至，车驾公往，视之无跪拜礼合掌而已。上宴之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彩璧，法器不可胜计。寻赐仪仗与群王同，封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善，妙智慧善普应左国，眼照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事。总之这一段是在说他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他就听说在卫藏有一个人叫噶玛巴。那么他登基之后呢，就是永乐初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一种中官侯显呢去迎请噶玛巴。
那么迎请过程大概5历寒暑，大概有5年之后，丙戌12月乃至就是农历的12月啊，然后迎请了，那么德兴谢巴就到了南京。然后车驾公往，当时皇帝是亲自去迎请的。那当时呢，他并没有去礼拜他，只是跪拜而已，没有跪拜礼哦，只是合掌而已。那么之后，他还有迎请到这个华盖殿，然后赐金100两、银1000两等等，然后寻赐仪仗与群王同啊，就是跟当时很多的其他有诸王一样的这样子的礼仪哦，就赐给了米芝多这个德兴谢巴。所以这里在说的是，他还没有登基前就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噶玛巴，所以想要迎请他。当他登基之后，那么最主要是他有一位他的皇后，叫做徐皇后。这位徐皇后呢，对佛法非常有信心，所以是在她的这个请求之下，他就提醒了这个皇帝说，以前你不是对他很有就想迎请他吗？你应该要这样子去迎请。然后之后他就因此呢，他就派了这个就刚刚谈到的侯显，还有汉僧叫智光啊等等，携带这些贡品还有诏书呢，就到了这个西藏。那么在这个诏书上呢的内容就不逐字讲啊，但大意在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诏书的内容在包租拉称哇的贤者喜宴当中有提到，他就说，我过去就是这个永乐皇帝哦，住在北方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这个美名哦，所以很想跟您见面。今天呢，我登上了皇位，那么国泰民安。那么我考虑了很久哦，为了让就是觉得需要呢跟你一起开启一个这个犹如消除黑暗一样的这样共同的光明事业。以前呢，释迦牟尼佛以慈悲心利益广大众生，然后现在您弘扬广大深奥的佛法，这样的举动和用心我觉得您跟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区别，所以我想请您到这个中国弘扬佛法。那么尤其呢，我的父皇呢，洪武太祖，还有信奉佛法的这个皇太后呢，已经去世很久了。我想报答他们的这个养育之恩，但是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那么上师您是以智慧具有大智慧而得到殊胜成就的人，所以希望您尽快前来帮忙超荐举行这个超荐祈福的大典就是完成对这些亡者的一个建福超度的一个仪轨。那么也因为这个因缘呢，就那路途中发生了什么，这个今天就先不多说。总之呢，他到了中国之后就见到了永乐皇帝。那么这在中国的历史书籍当中有很丰富的文献记载，大概呢有2万多字这个大概是中国文献当中对于一位这个藏族大师写过的最多的这样的文字记录。那么元朝时候呢八思巴尊者虽然也是非常的出名，佛身是很大，但在元朝的
历史当中对他的事迹的记载的文字并不多。那么在西藏的文献当中，像贤者喜宴对于德钦谢巴当时去中国的这一段的历史也有很详细的记载，尤其在1407年的1月22日，那这是我们藏历来算，那么从农历来向呢，就是永乐的登基后4年的农历的12月，那么他就抵达了南京。那么就是他们当时的首都就是南京，现在是北京啊。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呢是南京，之后才搬到了这个北京去的，首都换到北京去。所以当时德钦谢巴是到了南京。那么当时呢整个这个南京城呢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盛大的迎接哦。几乎全城的这个男女老少全部出来这个迎接来观看，而且整个迎接的这个队伍，整个这个都是非常的盛大的，里面有这个皇帝的这一些的皇族，还有各这些官员等等，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汉僧有1万多的汉僧，还有30多个大象，在这个迎请的队伍当中，所以是非常的盛大的、庄严的。那么当时呢，德钦谢巴才23岁、22、23岁。所以可以说是一位很年轻的这样一个藏族的上师。那么永乐皇帝当时是47岁，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位皇帝了，所以是一位年轻的上师，还有再一位是很有经验的一位皇帝。再一位呢，或者另一个角度说，一位是一个佛法上的这样子的主要的主事者，再一位是政治上的主事者。那么就像是元朝的时候，当时呢八思巴尊者，因为元朝当时蒙古没有那样的文字，所以八思巴尊者还创建了这个文字。还有现在的朝鲜的文字，有一种说法是八思巴尊者当时所创造的这个旧的这个元朝的蒙古的这个文字朝鲜的文字是参考了那个文字而创立。所以元朝的这个蒙古的这个文字可以说是依据了藏文而帕斯巴他创立的。总之呢，德钦谢巴到了这个中国的时候，那么当时是汉族，所以当时呢，可以说藏族文化呢，可以说是把藏族文化带入这个汉地很重要的一段的这样一个的过程。那么怎么知道呢？就是在甚至200年后，那么就是明朝之后200年后，有一位叫徐霞客，在许多我们中国的这些学校的课本当中都有提到这位徐霞客。那么他曾经到过这个云南丽江，他就说到了那边之后，他就自然想到曾经呢这里有这个仁波切法王仁波切曾经走过的这条路。那么
他会这样写出来，就是因为明朝那时候德兴谢巴到了南京，影响是这么的深远哦，所以让200年后的连徐霞客的这样一个著作当中都有提到这段历史。那么当他们2位相遇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书圣的说法。那么有一段说法虽然不在历史当中文献中记载，但是通俗的一个说法就在贤者喜宴当中有记载，就是说那么听说噶玛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有神通的。那么这个国王就说，如果他是有神通的话，他会带一条哈达。然后呢，当时永乐皇帝就藏着一个右旋的海螺藏在身边，然后去迎请噶玛巴。那么当一见到噶玛巴的时候，就把右旋海螺拿出来供养给法王。那么这时候德兴谢巴也马上把他这个怀中的右旋的海螺拿出来。那时候永乐皇帝吓了一跳，哇，他真的是有些神通啊。那之后这里就有2个这个右旋海螺嘛，之后呢就用这个金纸把它包起来，供养给这个法王。后来呢也被放在了这个楚布寺的这个就是겐도라这个佛像哦，然后放在了这个庄藏的里面。那么包租拉成王的贤者喜宴当中有这样提到，但这个真实文献当中是没有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通俗的说法。그럼 디두산에当时呢，皇帝去迎请这个德兴谢巴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也有一些大臣说你不应该亲自去迎请的。在一个《皇明大政纪》当中就有提到这一段，他说在6月，西僧大宝法王来朝，或请假亲劳，以下元急正言止之。元即曰：夷人慕义远来，一事以君臣之礼，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礼义从此大坏。上曰：汝欲效韩愈耶？他日法王见便殿，上命元吉拜。元吉曰：王臣虽那当时元吉曰：王臣虽卑，加于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士大夫，臣死不敢奉诏。上笑曰：卿过侍郎，杨免之。等等等等。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当时呢他们就说那么就是西僧大宝法王要来，那么当时有这个可以说这个掌管这个财库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臣，就说你是不能去，皇帝不能够亲自去这个迎请的。他说这个人叫元吉这个大臣他就说夷人慕义远来。这是夷人，就是这些偏远地区的蛮夷之人，我们应该让他以这个君臣之礼，待他以君臣之礼那么如果上如是，下
必有甚焉哦。如果你这样子，如果皇上都这样去迎请的话，那么皇上您下面的人可能也都会，就总之礼义哦，就是从此会大坏的。当时这个皇上大概有一点不高兴，他就说了，你难道要效仿像韩愈的那样子一样吗？那这部分就不多说。总之呢，很特别是有一天德信谢巴呢到了这个便殿哦，就是不是主要的大殿，而是旁殿的时候，那么当时那个劝说不要去迎请法王的那个原籍，那个皇上就把他给叫来说要他去礼拜德行谢巴。这个时候原籍他的大臣就说了，我呢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臣子，但是再怎么说也还是这个在诸侯之上的，那更不用说蛮夷之人，我怎么可以对他礼拜呢？如果我对他礼拜的话，我可是这个一国的士大夫哦，所以呢，如果要我的命，我也不要礼拜他，我也不敢奉诏。这时候皇上就笑了，他就说，现在白话就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脑筋哦。总之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总之呢，当时呢，这个皇帝是非常的尊敬德信谢巴的，连大臣都不可思议的，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么之后呢，德信谢巴就在南京了。那么有一次他也就是刚好是这个农历年哦，在那个时候，所以12月到的嘛，所以农历12月，所以之后就是要过年了，所以他就和这个皇帝呢就一起举行了蛮盛大这个过年。那么当时皇帝就把他当成是最主要的这个贵宾哦，总是放在了叶运左边的上手，放在他的左手边。那么在藏族到底右边是比较尊贵还是左边比较尊贵，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中国文化来说，左边是比较尊贵的。那么一般来说，在见这个皇帝，谁都要拜的。但是噶玛巴不用拜。不仅如此，连噶玛巴身边的这些喇嘛或者是身边的人也都不需要去礼拜。当时皇帝就这样子下令。那么1月过年结束之后，2月呢？那么还记得最主要迎请他来的原因，就是为了朝见他的父母亲，所以为了朝见祈福，还有为了朝见，还有为了这个当时明朝初建的时候也死了很多人，所以等于说要朝见这些亡者，所以要举办这样一个普渡朝见的大典。那么所以当时呢，所以2月5日呢，就在灵谷寺，然后在这个皇帝跟皇太后的陪伴之下，还有所有这些王臣贵族的陪伴之下，然后就修了有这个密集金刚等等的这个12种的这种成就仪轨。不止如此，那么有2万个僧众呢，都来自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些2万个僧众也都聚集在一起，那么也广大的做了供僧。那么当时皇帝也亲自的做了许多的献供。所以总之呢，从2月5号开始，一直到2月的18日，为了亡者，
就做了这个普渡超荐。那么之后呢，那么在这几天当中呢，每天这个皇帝跟皇太后都去跟法王请法接受灌顶，那么其他僧众呢也都一起的参与这个法会。之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灵谷寺。那么噶玛巴当时南京的住处就是在这里，就是灵谷寺。那么之后据说灵谷寺也供养给了大宝法王，那么后来就成为噶玛噶举的一个寺院。那么一直到很久之后，那么这个灵谷寺还有五台山噶玛巴也有许多的寺院。后来呢，就是到了元朝，还有像是在大都里面也有很多噶玛巴的寺院。这些呢，一直到很后面呢，都还持续的由噶千大营会分派这些各个寺院的住持。当时呢，噶千大营当中都有很清楚的这个中国这里有哪一些地方有噶玛巴的寺院，在巴乌仁波切的贤者习言当中都有记载。但是现在呢，比较难过的就是灵谷寺只有一个只有外面看的一个样子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真的寺院了，它比较像是一个纪念馆一样。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德行谢巴呢，他主持这个法会的地点。另外再一个这个呢是，那么在西藏的博物馆当中呢有保存的这个叫做普渡明太祖的长卷图。那么也就是当时里面呢有很清楚记载到，就是噶玛巴在南京的许多的殊胜的这些情况都被画下来。那当时因为没有这些现代的科技，有照相等等，所以为了能够让后世的人能够记得知道当时的盛况，所以呢就画下来。所以很清楚的记载，从2月5日到18日，还有3月3日到18日的这些殊胜的每天发生了什么事呢，都记下来。我们现在给你看到的这个呢，不是真实的原版，而是后来呢，我请台湾，也就是教我画画的这位老师，我有请他可以说在仿制的，在画的这一幅是这一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中文、藏文，当时书写原版上就有中文、藏文、蒙古文，还有等等大概有5、6种文字写在这个上面。但是在后来我们再重新绘制的时候，找不到那些懂得其他那些语文的人来写，所以只有保留这里面有中文跟藏文。藏文是我写的文字那中文就是我的这位绘画老师他的写的字，大概有50公尺长，所以这里面有清楚记载每天的发生的这些殊胜的事情。之后在3月3日的时候，那么就给了法王一个名号，
那么也供养了一些特殊的就是贡品给了法王等等。那么这个印章现在在好像一个博物馆当中也还有收藏着。那么对于这个印章呢，这里也有这个大印也有一个在国朝宪真录当中有提到说，西域大宝法王至今上玉刻玉印赐之，以仆侍公。公曰：朝廷赐诸藩，制敕所用不通，不过敕命，广运二宝。今此仆大于二宝，夷人将为法王尊于朝廷也，上甚嘉也。这个大概意思我猜想是，当时德兴谢巴到了这个中原之后，那么当时呢，他就想到他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玉就想说要送给这个法王当成印。那么当时总之呢，有一个大臣呢，重要的大臣就说，就给皇上看了这块璞玉。那么当时大臣就说，之前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送给这些藩国的时候，会送这个金的、银的这些的东西的这个印章通常不会用玉送给这些其他这些地方。那么所以如果能够以这个玉印送给法王的话，那么周围的人呢会觉得说如果这样送给法王的话呢，那么可能周围的这些诸国呢，可能会对于这个中原就不再的恭敬等等。之前还有一个传国玉玺玉的玉玺。但听说这个玉玺已经这个没有了，总之是这个玉玺，所以并不是金印，但是在西藏传统中觉得是金印银的印子会觉得更殊胜，但其实这里是玉玺是更殊胜的。所以有关这个玉玺，你看在这个中国这些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所以当时大臣就说不应该送玉印玉玺给这个法王，但后来呢，应该还是供养了，所以现在还看得到。那么当时跟随冈巴巴的一起到这个中原的几位仁波切也得到了一些名号，那其中一位就是第一世的司徒仁波切。所以司徒仁波切呢，他有一个名称叫根丁代司徒藏文，他其实根丁就是灌顶的意思，他就是灌顶国师，所以司徒又是另外一个名称，但甘丁其实就是灌顶的意思，就是开始呢，明永乐噶了，就是永乐皇帝当时就这个给的大司徒仁波切的名称就是灌顶国师。所以当时呢，发生了许多殊胜的这些事迹那当时我有一个疑问，到底是只有这个皇帝他自己的这些见到的情况，还是所有很多人都见到的呢？好像不是很清楚。但是后来呢，我在很多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会看到，当时这些殊胜的这些记录是不是只有
皇帝一个人看到，而是很多人都看到了，甚至当时有人说，这个从西方而来的这位上师，好像是不是他来施了一些魔法哦，来迷惑大家？那就是因为看到一些特殊的神迹事迹，才会有这样一段说法嘛。所以总之，很多人是有看到的。在很多很多文献中有提到一个叫做这个黄明从信录当中怎么说呢？他说2月命西僧上师哈利玛于灵谷寺旗舰法坛建寺黄考黄笔，上师率天下僧伽举扬普渡大斋科时有4日，庆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鸟白雀连日毕集，一系快帛生金色花，片于成都。金仙罗汉化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翻盖旋绕，种种不绝。又闻梵拜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现圣孝瑞应歌颂，自是后潜心试点，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总之有这样一段话，当时你可以看到有许多殊胜的这些瑞相，每天都有，很多人都见到，你看有这么多的瑞相，而且甚至连之后这些大学士，他们当然不会说是噶玛巴的一个那么当然不会说成是这个噶玛巴的视线，而会说的这都是因为皇上这个功德啊，所以对皇上也歌功颂德等等，而且撰写了这里的一个颂词啊，然后后来的这样一段歌颂呢，也就作为佛曲哦，然后在宫中都会有这样子去使用等等。所以看到很多明朝的历史文献当中都有记载到当时的辛歇巴在南京的实现的各种的瑞相，尤其呢当时还有一个阿孬星，他是朝鲜派到在南京的使臣，这个叫阿孬星的这个使臣，朝鲜的使臣，他为什么要到南京呢？就是为了要去记录南京的一些情况。那么当时因为朝鲜算是在这个那他最主要当时要记录就是南京的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像皇帝等等的情况，民众的情况等等，然后要回去禀告。那么当时他所记录的一个记录就提到，就那个记录叫做《太宗实录》，里面怎么写呢？他有说，皇帝呢崇尚佛法，有僧来自西域，年20余，尊敬奉载，名曰生佛，闻其言行无异常人，好吃烂羊，然于夜中放光如灯，此其异常而惑众者也。这里面说什么呢？
就是这位使臣，朝鲜的使臣呢，他的记录他写到的是说，皇帝呢，他崇尚这个佛法，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僧人来自西域，年20余，大概20多岁，皇帝就对他是非常的恭敬供奉，那么也称他为活佛，叫做生佛。就是生佛，就是佛的化身。虽然是这么说，但是闻其言行呢，其实跟一般人也没太大的差别。好像这里意思是说，并不是什么佛的化身，而且这里写他很喜欢吃羊肉。但是有一点特殊的是呢，然于夜中放光如灯呢，就是他的身体似乎会放出光明一样，就像是点了灯一样，他的身体会放出光芒。此其呢异常是很不同的，而惑众者也，他是透过这种特殊的视线，似乎在迷惑众生。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是写的比较负面。他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是因为当时呢，这个朝鲜，当时朝鲜国是大概有40多年，当时第一个朝鲜的国王是谁呢？叫做太宗。那当时那么当时他们遵从这个儒教然后不崇尚佛教，所以当时呢，他们不可以把佛教写得很好，所以这位被派到南京的朝鲜的使臣，他当然不能够写得很好，不能把佛教写得很好，所以这里面就写说，他又吃羊肉啊，又迷惑大众啊等等。虽然是可以看写的这么的负面啊，但是里面还是写出一个特殊异常，就是它放光如灯了。好，暂时就讲到这里，之后再继续。好的，这些呢，那么这里讲到说，德行谢巴他到了南京，那么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他的父母，还有这个明朝初建国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人因为战争而死亡的这些亡者等等，那么为了他们，那么就做了这个普渡的大的法会。那么在这样一个普渡的朝见的大的法会当中，很多人都见到了各种的瑞相。那么所以呢，这个皇帝呢就对噶玛巴升起了更大的信心。那么从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当时永乐皇帝呈现给这个噶玛巴的各种的书信当中，大概有就是藏文中文的这样的供养给法王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永乐皇帝跟噶玛巴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深厚的。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可以说就是这种师徒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之后呢，在3月13日，那么德行谢巴呢，他就到了这个五台山。那么当时因为在南京城当中呢，比较可能是就比较事情比较多，很繁忙，就为了散心，就安静的地方就到了五台山。那么他也住在这个五台山。然后那么当时呢
刚好是皇帝的永乐的生日，所以呢，德贤谢巴也派了他的这一个弟子送给法王这样的许多的圣物。那有一个佛陀的舍利，还有这个罗汉的舍利送给国王皇帝。那当时呢，这个永乐皇帝就写了一个叫《御制灵谷寺塔引记》。那么也就是因为他在生日的那个时候，那么因为德贤谢巴那时候已经去到五台山了，那么皇帝这时候就思念他就记得曾经呢法王在灵谷寺这个的一些瑞相所以他就到了这个灵谷寺，所以他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御制灵谷寺的塔引记。那这个当中内容大意是这样，他说4月15日呢，朕呢携这个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一起到了这个灵谷。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至诚的祈祷，就是他就向这个上师祈请。那么如果呢，他就说，如果我是诚心的话，那么就希望这个塔引能够显现出来。那这样，因为塔引通常就只有一个嘛，那就像一个人的倒影，太阳的倒影就只有一个。但是他就说，如果我是诚心祈愿的话，那么他就会就希望再有第二个塔引出现。结果真的又出现了一个塔引，就是他发愿说如来大宝法王这个能够吉祥如意。那么接着他又默祷，他说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这个家己人足等等那么他说如果我这个也是这个诚心的话，那么就再显出一个塔引。结果真的又显出了一个塔引。所以在皇帝永乐他自己写的这个御制灵谷寺塔引中有这样记载。那么同样还有在这个一个收录在中文的大藏经当中的补虚高僧传呢，也有简略的写到了这个法王德行谢巴的一些内容。那这里呢，我有简略翻译到这个藏文。这里提到说诗性单静隐，不任消烦。这里的诗指的就是德贤谢巴，他很喜欢安静的地方，他不喜欢尘嚣。奏此游五台，他就请求能够到五台山去。上眷注殷勤，留之不惑。乃赐鸾舆金床之仪，所以皇帝就派出了他自己的鸾舆，还有这些金床的这些仪式等等遣中使卫护送高玛巴到五台山大显通寺，更敕内监扬升重修其寺，兼修玉王所制佛舍利塔。那当时寺中有一个舍利塔所以皇帝还特别为了法王去而再次的修复了这个阿育王所设置的一个佛舍利塔。那么这里说以示法王之居。那么先是上于法王幸灵谷寺，曾经跟法王到了灵谷寺，为皇考比设建寺法坛，感塔以金光之瑞。那及法王入台山，上眷恋不能释然。这是皇上呢之后因为
噶玛巴他法王去了这个五台山，所以他就眷恋他心思这个法王不能释然，因思前瑞再行灵谷，他就想要之前跟法王在灵谷寺的一些瑞相的情况啊，他就想再去这个灵谷寺。那么是日呢，睹瑞相倍前，反而看到更多殊胜的瑞相。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代表的是说，那在这里要想到要给各位看一个投影。大家讲到如此个神通寺的太原寺啥，大家有吧？所以这里有这个就是大显通寺哦，还有这个有一个叫舍利塔。那这个现在是可以说五台山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地方了，就是显通寺。那么显通就是显现神通的一个寺院。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名称，就是因为德兴谢巴当时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显现了神通，所以呢，这个寺院就被命名为大显通寺。那么就是法王在五台山的时候，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寺院，那后来这个寺院也供养给德兴谢巴。那么后来到了第7世法王确扎嘉措的时候，那么也提到过说，哦，在五台山有这么一个显通寺。那么所以刚刚那一段文字可以代表说，这个永乐皇帝哦，对待这个法王，还有对待这个国家的这种爱护之心哦是一样的。那么之后呢，又在这个5月的18日，那么因为是德兴谢巴的他的生日，所以呢，永乐皇帝呢，那么就说如来现身出世间，光明游日无不照等等啊，又这样写了有600字的这样的赞文。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噶玛巴是多么的恭敬跟重视。但世事无常哦。那么之前有提到说，最主要祈求迎请噶玛巴的就是这个徐太后。那么这个徐太后呢就往生了。那么因为永乐皇帝非常喜欢这位徐太后，所以他就请这个德兴谢巴能够来超荐这个徐太后。所以总之之后永乐皇帝没有再立这个皇后哦。那么这位徐太后呢，她对于佛教是有信仰的，而且她曾经呢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呢她见到了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在梦中说了一部经，在她醒来之后，她还记得这部经典，而后来也记载成文字。后来呢，德兴谢巴来到南京的时候，他就请问德兴谢巴这部经典这样正确吗？德兴谢巴也说这个经典这样很好。所以总之在这时候，永乐皇帝为了纪念这个徐太后，所以那时候他圆寂之后呢，就是徐太后驾崩之后，也特别在印制了这部经典。再来，当时呢，
这个永乐皇帝也从藏地呢迎请了这个甘珠尔。那么这就是后来很著名的永乐版的这个甘珠尔。那这可以说是在西藏的尚存的这个2部这个副本之一哦。那么永乐甘珠尔呢有2个副本哦，其中一个副本应该还在布达拉宫，它的这个木刻版已经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2个副本，一个应该是在布达拉宫，但一个呢就是当时永乐皇帝迎请到了南京。所以这也是当时可以说是西藏的这个第一部这个复印的大藏经。那么当时呢，永乐皇帝就想说他应该要回去这个藏地了。当时皇帝说呢，那么我跟上师可以说已经朝夕相处了。那当时皇帝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就说，就像元朝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可以说是元朝呢就统治了这个西藏这个地方，那么让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当时元朝是这样子想着，所以当时呢皇帝也说想要用这种方式去这样去做。但当时呢永乐这个德行，所以那么这就说当时呢藏地有许多不同的教派，所以这个皇帝就说，如果我真的派兵去，如果把这些都教派消弭的话呢，这个米芝多这个德行西巴尼会不开心。所以呢那时候皇帝就说，那我就换一个方式，那么我就用这个金鼎，我就供养给金鼎给你，大概把那个金鼎呢就做成这样子，就是分成一块一块。他就说我已经把它分成一块一块了，那么他就用一个方式，他就说他用这个为借口，他就说我要送你一个金鼎，然后呢他也就他就想说顺势呢就派着这个军队呢要护送这个一块一块的金鼎，以这个为借口，其实是永乐皇帝想要就是派兵去这个占领这个西藏，然后呢在每一匹马的后面就是就可以，就东西也送到了，但兵也派到了。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玛莎帮你呢，就可以把所有的，他就跟德行之巴说，可以把所有西藏的各个教派统一成为一个教派。那么这样呢，各教派以后就不会有纷争，就变成都是你一个教派就好。那么因为西藏的地方是很大的，所以永乐还说就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康区，一个是拉萨卫藏。那么在2地呢就可以各地呢都会可以举办这个大的法会。那当时永乐就给这样的建议提了这样子的一个建议。那当时德行西巴说你这样是不行的，他说因为一个教派是没有办法利益所有的人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根器也都不同，所以需要不同的教派来帮助他们。这个就是佛陀的大悲心，所以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教派跟教法来帮助众生。所以如果每个教派他们真的是
很好，如法的修持的话，这就很好了。所以不需要像你这样说的，去把所有教派统一为一个教派，不需要。而且当时呢，还有西藏还有这个土司，还有许多的，甚至呢，德行谢巴还说，不仅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也希望皇帝你呢，这个赐予在这个西藏的这些一些贵族也好，或者是这些大师们，给予他们封号，甚至呢，给予他们这个名分跟封号。所以可以说，这时候西藏藏传各个教派都得到了利益。后来，这个德行谢巴回到了藏地之后，每年呢，这个永乐皇帝还会派信使写信给他。有一次呢，信使来的时候，这个直贡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结果还被抢了。他们差一点呢，就差一点就要派兵去中国了。那当时的一个这个帝司，他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的一个弟子，是迎请宗喀巴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时的这位帝司呢，还写信给德行谢巴，写了3次信。他就说我们这是无依无护啊，那么除了您之外，没有人能够救护我们。写了3次信给德行谢巴。这个巴乌祖拉称瓦他说，他当时亲眼见到过这个信件。所以总之呢，当时呢，他们总之呢就劝阻了这样子的平息了这样一个可能会发生战争，就平息了。总之呢，德行谢巴他也是不喜好这些名声的。那不仅是噶举派我们自己这么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文献当中，甘珠尔中文当中的《虚高僧传》也有写到说，这位大师呢，他是性单禁淫的，不忍消反的，还有他的总之各种的形容他是非常是这样的一位大师。所以总之呢，他是很不喜欢这个碰触政治的，用政治的他也不喜欢因为这个政治而让提升自己的名声等等，而是总是想着是说怎么样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也因为德行谢巴他的心意是这个样子。咱同样的民族，那么大家听得到吗？那么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样子，这像是恰美人切写的这个极乐净土愿文当中所说的一样了。好像我这个摄影机呢，这个没电了。那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吧。不然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话，那就不太好。